南部这2天落雨也传出灾情，台南6架在起呢，在底下卡车出去弄到工程车和摩托摆，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有风声讲，今年以来有外国人出现伫咧国防部的军政局，予人认定有美军进驻。专家分析讲，台美情报交换对咱是有帮助的。中国的海客集团去年入侵马街咸中机的便宜系统，抛弃患者雇主，检方查到有2个台湾人拍算要转卖雇主，已经获检方起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5日新闻，我是嘉豪。受到这西南风的影响，南部这2天拢伫咧落大雨。那这台南的6架载起呢，就在底下的卡车，可能是涂骹拢是雨水上过骨啊，规台车就出去，弄到一台工程车和奥多摆，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那林地区呢，也有这水道水的管线破去，规路基是落落去。那在今仔日呢，有12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高雄一寡所在又拢伫淹水啊。这桃园区连外道路出现崩线的情形，桃园区下晡是紧急来停班停课。讲到这屏东的山区呢，爱寮溪溪水规个涨起来，气象署也预告讲，这阵雨就要等到明仔载才会较点挂。货车失控弄头前的工程车，佮弄边的汽车，台南一带在地下车15早起7点外经过6甲区单一线路段的时阵，好亲像落雨路过，失控连弄2车，造成1死1伤。追撞前方正停等红灯。由上男所驾驶之工程车及陈姓男子所骑乘之重型机车，造成陈姓男子明显死亡，未送医。相关肇事责任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连续落雨地数以外真济，国道3号路南生活路段，有人看到隔壁车道轿车向失控出去，好个再无造成车祸。仁德区中正路2段水管因为一直落雨所破去，路边冲空崩烂，后期高压出去，头水个灌入面体。台电公司跟交通局正在协助移除电杆跟耗志，那我们之后才可以开挖讲修。那停水用户大概6800户，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5点之前可以修复。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各地拢有地现时强降雨，高雄小港沿海路顶部分路段中途出现积淹水，文藻大厦行政大楼周边也因为排水袂负积水，互学生笑讲是水上乐园。另外，桃园区主要连外道路14道雨潮崩塌，15雨势搁较严重了后，为区民的安全，市府紧急宣布桃园移步停班停课。那这个对流在海上发展之后，是陆续的在移动到这个嘉义以南的这个陆地的。那当这个红色的回波移进来的时候，这些地方就会感受到比较明显的强降雨。那部分地区的时雨量可能还会达到这个大雨的一个标准。强降雨后，屏东大寮溪溪水涨起来，搁窜流。气象署中昼对屏东山区发布大雷雨甲溪水暴涨警示。暗过方面，豆豆沙棒，西南风减弱，气象署预估中南部落雨16开始会转雨，18了后太平洋高压向台湾山顶东，全台有机会转做较稳定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中部地区也同款出现到这落雨灾情，南投仁爱乡台北89线逆行产业道路，昨下晡发生水崩山，这县政府当咧抢通。国道3号苗栗西湖路段行灾起呢，就可能是落雨天看无介清楚，就3台车弄做伙，1台货车并车，1个人受伤。另外，这台中的公益路上款呢，昨暗有一间连锁的药妆店大型扛棒汹汹落落来，缀着经过轿车。透明高压水掺水石啊，一直冲出来，规大片土石流，一下都甲规条车路砍去，车已经无法度过。等一下可能就没有办法走了。南投仁爱乡到89线逆行产业道路36.5公里，还有18.2公里，这是下晡发生土石流，46公里原来有土石崩塌，造成交通阻碍。乡公所是讲36.5公里加46公里暂时畅通，不过山区也搁咧落雨，这几天也是有可能搁发生土石流。那36.5 K 目前已经抢通完毕，那就是18.2 K 这里比较严重。山区还在陆续的下雨中所以我们要进入山区的好朋友这个没必要就不要进来。另外，伫苗栗国道3号上北135.3公里，苗栗西湖路段15早起9点，好亲像因为大雨发生堆弄的车祸，一台小货车不明原因弄头前的大货车，地属大货车伫国道并车挡着路，后壁另外一台小货车因为闪袂赴，搁堆弄起哩。
各车驾驶人9侧值均为0，现场于10点06分排除。对拢以外，敢若大货车四组的驾驶手有去弄到刺伤，无性命危险。3个驾驶拢无啉酒赛车，肇事原因还佫调查。那台中市工业路就是暗时原来发生看棒落来意外。我来这边买东西，然后刚停完车，刚走到这个门口，就听到砰一声很大声，就全部砸下来。后续将依据招牌广告物及树立广告管理办法及建筑法相关的规定，依法来做查处。工业路这间出名的连锁药妆店，大型看板顶悬查的材质，好亲像因为连续落大雨，汹涌规片拢放落来。讲到天地下骹一台自用小客车，车来一个女乘客捌无法度出来。市政府15日时派人加强清理道路，都发局要求业者都要限期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年呢，这美国相关的人员直接出现在国军的演训内面，甚至有风声讲今年以来出现在国防部的军情局，互人认定是这军情局头一届有美军进驻啊。那专家是认为讲，这台美之间情报交换代表互相信赖，对这印太区域或者是反制强军的活动，拢是有正面的帮助。营区门口有铁闸戒备真严，这是掌握国内外军机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属有高机敏性单位。不过有消息讲，今年开始有外籍人士伫军情局内出现。军情局内的外籍人士被推测跟美国军方有关，也是军情局第一次有美军人员进驻。不过军方对此相当低调。国防部讲，军情局只有国家情报工作法甲国家机密保护法执行情报工作，维护国家安全。对于相关事项无说明，因为传出进驻美军有可能是大号门园计划成员，也就是美国国家安全署。伫1979年台美断交了后，为伊保留伫阳明山设置的监听站，负责接收中国华中、东南沿海甲南海的电子信号。对外讲是军情局通信处的营区，无伫 AIT 管辖内，是台湾上新编的军事单位。这个当然是代表台美的情报的一个合作是升级的，后续的发展值得我们去关注。台湾是民主阵营非常重要的前线，情报的共享、情报的合作，我想这些合作可以想象的，应该是所在多有。台湾立委正面看台，认为台美情报交流更加密切。这阵啊，美方人员真接伫国军大小演训中出现，进行实地观摩甲战略指导。另外，2020年，前总统蔡英文是到空军伫新竹的洛山雷达站的时阵，我有翕到美方人员，会当讲公开台美共享空中预警情报。人力的情报以及这个电子的情报讯号，都是双方会交换的，只有互信的国家才会进行这种情报的交换，有助于建构印太的完整这个共同作战图像，来反制中共的威胁。专家是讲，因为台湾的语言文化地点方便，累积未少研究中国建军动态的能量。对于国际情报界来讲，嘛是情报收集加电子侦查中国上好的所在。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这条新闻，同款是假毒了代志。顶年呢，这派出所长刘宗兴临检的时阵，和一个查某嫌犯单家用假毒赛车带咧行路尾来殉职啊！那这新北地方法院一审是甲这嫌犯判死刑，今仔日二审开庭的时阵，嫌犯竟然唔承认讲伊是杀人，敢若讲是伤害致死。这死者的家属是无法度接受，还有法院呢爱行因这个公道。在讲故事的时候，他就看到故事书里面的爸爸妈妈，他就对我说：“我也想要有个爸爸。”伤心讲到翁婿因公殉职了后，囡仔毋嘛爸爸关爱心声，心中拢是毋甘。新北市土城警分局派出所长刘宗兴，昨日临检遭到女毒贩单家刑拖刑殉职，一审判死刑，跟伊15开庭审理。涉单查某毒贩好钱杀人，主张行为只是构成伤害致死罪，老家人无法度接受，希望审判长为因伸冤。我的心目中，我一个很坚定的念头就是，罪责相当。觉得被告非常可恶，他惨无人道。大概毒驾问题严重，高雄警员发现有人反向骑车随乱检，一看竟然是小面厂，因为姓何查甫人几日前，才因为哪骑车哪报军，骑车状况无啥着防乱检，一查是毒驾失忆了后，佮防乱早也是毒驾，当场逮捕以上交通违规部分依法规范。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万7800元。
台北小姐也有毒驾案，警员对行车部分的驾驶做喙烂快胎、淹过血破的查某人，表面配合，采用违停等理由调工拖时间，检测结果呈现安徽他命阳性反应，依法救办。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都因为毒驾案一直发生，那造成经济人员损失，更加像刷叮当的炸弹，全台警力透过强力执法，维护民众的交通安全、治安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法务部调查局对2020年到2025年通报23件内部性骚扰案件，有18件成立，其中利用这权势性骚扰案件超过60%。监察院今日对调查局提出纠正，认定这调查局内部管理机制有问题，要求法务部爱改善甲检讨。法务部调查局是负责国家安全甲犯罪机制的单位，不过这几年常常发生调查局的人员性骚扰偷袭，甚至有内部主管用职权性骚扰同事的案件。查证属实了后，相关人员所干也受到轻罚。监察院拜一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法务部调查局内部管理甲制度失灵，提出纠正，要求法务部改善甲检讨。109年到114年，把他们所有他们处理过的案件调出来，那就发现总共有23件，那成案的是8件，那这里面呢，受害者总共有34人，那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哈，66.7% 是有职务的关系。监察院嘛指出，调查局是用科技化司法进程无明确规定，性骚扰法则做理由，所以代志发生伫司法进程，组长干会当记一大个。监察院的调查嘛发现，调查局内部学长对学妹的阶级压迫，甚至有到变成。监委指出，受害者常常因为惊予人保护，延前申诉，甚至有一寡已经超过处罚的时效。加上机关过去常常用新改记过处理，绝无淘汰机制，这致使违反纪律的行为迅速发生。铨叙部在我们约询的时候呢，讲得很清楚啊，他那时候的修正呢，去年11月19号修正是再一次强调性骚扰、性侵害是政府对这样子的行为完全零容忍哦。但是在修法之前呢，公务人员有重大违失行为，机关就可以依照修正前的考绩法规定落实惩处。监察院要求法务部全面检讨调查局的组织文化、性平教育、甲重大违失人员的淘汰机制，嘛要提出具体改善做法甲时程。记者郭金勇、谢桂林台北报道。来自中国的海客集团 Crazy Hunters 去年呢开始入侵这马街含中基病院系统，偷摕患者的个资，伫网络顶头卖。那检方呢有查到2个台湾人，甲这资料抓落来，拍算要搁再转卖。这2个人呢已经获检方起诉啊，那这个海客集团也互通缉。检警来搜查约谈2个查甫人涉嫌联络海客集团负责称的泰达币美国来病院的病人个资，以及无特别转卖。这买卖是暗网交易兑换海客集团 Crazy Hunters 去年入侵马街甲中基系统，窃取病院病人个资，伫非法论坛里卖。当初不法集团佫讲有千万笔患者资料，专含15证件，甲海客集团买个资的2个台湾人，互北检以个资法起诉，简称中当量刑。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2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检方批评涉案的姓郑甲姓刘查甫人得手的民众资料，牵涉病理医疗、基因、健康检查等运输个资，不过2人竟然为了牟利，买这个资佫卖出去，积极嫌犯对回记录发现异向。Telegram 的被告表明都摕到资料，强调名单拢是有名佫有价值的人。医疗相关的资料，它事实上在这个整个暗网上面市场价是非常的好的哦。那原因是因为它里面这个参考价值是非常高的，社会上的一些这种比较有威望的一些有名气的一些人士，他们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比较偏隐私的问题，对这些名人来发动一些这个所谓的威胁等等。专家分析，海客集团经病院下手，甲资料有真悬的可信度有关系。若病人个资外泄，连医师依赖情还资料拢可能泄露。目前中国海客集团已经互检方通缉，不过人一天无抓到，就惊个趁机会犯案。若各机关无强化治安，个资拢有外漏的风险。
迄时阵可能就会产生早期恐吓等犯罪问题，对个人会造成侵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民生病院发生天狗日的群聚感染，卫生局昨搁在公布增加一个是一个58岁查甫人，伊是含这支票个案住伫咧共楼的病房。目前有采检1137个人，有6个人确诊。卫生局也强调讲会继续来加强清消。目前这疫情呢是无拖出去的趋势。虽然高雄10号一透早雨就插落，不过民生病院外口卫生局的消毒人员也是号码清理，伫咧病院4颗冷灯顺来顺去，看到有积水的所在就赶紧喷胶啊，避免正做蚊仔刺的生拖点。民生病院12爆发院内的天狗日群聚疫情，验出5例确诊。卫生局这2天拢咧加强环境消毒、扩大采检。14尾暗嘛，佮公布一例新的确诊病例，是58岁查甫人，因为慢性病来住院去围着，总计民生病院的群聚感染已经有6例。5月29日入住6楼病房与指标个案住院期间重叠，在6月8号因治疗需求安排转送高雄荣总治疗，因匡列为第1圈高风险对象，扩采而确诊。94早起，民生病院天狗日疫情已经扩大采检1137人，拢总验出6例确诊。卫生局强调，目前疫情拢控制伫咧传染链内底，无拖去社区的状况。这几天调针对病院附近的社区环境进行消毒摒扫。不过，这是国内上届9年再次爆发天狗日的院内群聚。疾管署也特别成立机动攻击队来高雄协助防治工作。疾管署表示，这届是第2型的病毒，已经有做基因定序来厘清感染源，拜日报告会出来。目前上要紧的也是紧急的化学防治。当然，感染源也很重要，不过怎么样让滋生源能够彻底的清除，那这样才是防治登革热的一个根本之道啦。跟他沟通了哈，让他把这个回收物或者是家里的脏乱，把它清除干净。因为南部天气无稳定，大雨一直来，里长讲目前社区室外熬积水的管啊、花卡啊，拢已经处理好势，毛喷胶啊加强宣导。卖手也有2-3户厝内囤回收粪扫的住户，已经有要求紧，要赶紧处理清气。记者柯家做邱超阳高雄场报道。继续来看高雄公山这本州工业区热带湿气，12暗时熊熊爆炸烧起来，造成真严重的空气污染。虽然讲这环保局已经把这热带呢罚500万的罚款，下令停工。不过这台湾前进电线15就召开记者会批评讲，这热带呢对2008年到打龙总查到15届违规，罚133万，说是也会当去标这政府的案件，得标超过3亿2千万，甚至更加族的公司拢有这款的情形。伊是认为讲呢，市政府除了爱扩大稽查，针对一直违规厂商，也爱有立管的机制。火那烧那传出爆炸声音，乌烟一天冲去天顶。高雄热带湿气伫咧公山的厂区，12暗时发生大火，因为厂区内底拢是重球甲树叶废弃物，火一倒就随弹开，拢总烧9点外钟。消防局动员900名人力，才甲大火拍花。水邦市府已经针对热带造成的污染，开出上悬500万的罚款。不过，台湾前进电线15召开记者会表示，这场火若烧出恐惧，也烧出政府采工制度的空棚，因为热带对2008年甲打已经违规15届。恐罚133万元，所照上会当去提政府的标案，得标的金额超过3亿2千万，实在不合理。违规累累的业者仍然可以持续承包政府标案，那罚款永远都低到可以被当成营运成本吸收的话，这样的制度就是在纵容下一次的灾难。时代力量高雄党部主任王一雄表示，热带实业背后的家族事业，佮包括原力环保、近代实业等等。其中原力环保嘛，罚23届，不过政府标案也是照常提。王一雄要求市府必须爱随去稽查，而且相关的采罚记录拢爱列入标案必要的审查资料。再去环保局嘛，前往公山大寮的工业区，针对热带原力规划近代4间公司启动联合稽查。土水科有一个就是违反水污法第18条了，它的雨污水没有确实分流了，
废弃物的产出量超过那个规定的10%。因为这个工厂处理的拢是风险悬的事业废弃物，只要发生事故，拢真恶收煞。台湾前进山嘛要求中央对违规累犯发生重大事故的业者，爱提悬投标的限制，嘛要加强对环保累犯的管理，唔通互这款一直发一直标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郭家祖、赵阳、高永昌报道。新竹市开1亿外征收比赛自由车的场地，半年前已经验收了。到大陆唔捌办过比赛，就机关发现讲，这车道已经歹去，甚至是室内会漏水积水。机关即期讲，这款的品质是安怎会当验收通过的？市长高虹安强调，会要求厂商来改善。去年在新竹市自由车车场，因为赛道无平，所以有发生汽车跋倒的状况。经过1年的改善工程，市进前宣布工程已经完成验收。不哩个委员实际去现场看，发现有部分赛道油源无够平，连室内拢会漏水。跑道这边已经有严重的裂痕，这边还有凸起来的一块，这里，这边也是，全部都已经凸起来，还蓬起来。越修越糟，不仅错过了2025世壮运，验收完成后仍持续出现跑道裂痕、铺面破损、积水、室内训练休息室淹水等问题，严重影响选手训练与场地安全。新竹市自由车车场改善工程，过去因为场地相关问题，那世壮运取消伫新竹市举办。议员指出，验收结束到即马已经半冬，虽然一场比赛拢无办过，市府是回应讲，主要是因为车场已经使用真侪年，修复期间却拄到天气不稳定所影响，市府会要求厂商改善。自由车场本身已使用多年，期间受降雨、热胀冷缩及长期使用等因素影响，局部区域出现裂缝及表面损耗情形。市府已要求改善工程厂商依契约保护责任进行修补。市府强调，确保选手的训练安全甲场地品质一直是上重要的原则，所以其会要求厂商一定要守好势，保障选手安全甲训练权益。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咱的国军甲美国买66架 F-16V Block 70的战机传出讲有新进度啊！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伫面册顶头发文，讲有人看到一架呢，这机号6831的双座机飞去美国德州霍斯堡海军基地。有专家认为讲，将可能是要飞回来台湾。也那退役的飞官是认为讲，安全因素，照你讲，一届飞拢是爱2架做伙飞一条。F-16V Block 20战机挂弹起飞离场，执行任务空军3大主力战机担负防空责任，向美国买的66架 F-16V Block 70。民进党立委王定宇透露上新进度，头一架机号6831的双座机，方看到飞去美国德州沃斯堡海军基地，外界关注，敢是要准备飞来台湾？预计就是9月会有第一架的飞机飞返，那现在应该也有50几架的这个飞机站在这个生产线。Block 7控采用 AN/APG-83 主动式电子扫描定位雷达，整体航程能力甲升级了后 ，F-16V Block 2控瓦近，淹过 F-16V Block 7控搭载 F-110G-129发动机，上大推力大约29000磅，比 F-16V Block 2控加出2下挂。机动性甲动态表现更加好。另外，电子夹层会搭载 ALQ-25数，甲美军采用的上新式 ALQ-25是无同。专家认为，有会当配合应对强军的需求。外销版的武器来讲通常来讲是降阶的让你自卫能够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它还有一个考量说，能不能跟共军的军机的新的战机战力做相抗衡，这个才是他们考量，他们一定有算过了。另外，头一架 F-16V Block 7控会安怎飞来台湾？退役飞官高志勇分析，依照惯例甲安全考量，通常至少伊是一批出2架，同齐转来，无啥可能单架飞行机行动。或者一架完成，为了先完成阶段性的使命，那美军可能会派一架他们自己的飞机慢的飞回来。但国民认为第一批出飞来台湾的 F-16V Block 7控可能被挂在飞弹、电机夹层等部分的配备飞回来，原因是相关装备会当照着其他方式运回，而且挂载飞行会缩短战机的航程。记者综合报道。
海峡论坛进前伫咧厦门举行，刘宇辉建议着禁止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人员出席。不过，这台东县长姚庆玲是用影片承录起来的方式来参加，这部分敢是有违反的，可能搁爱讨论。海峡论坛13日厦门举行，佮举办7大10项措施对接签约会，中国宣布要买台湾往来设计受办鱼等同期产品，按过刘宇辉今年扩大禁令，禁止中央甲地方政府人员参加。台东县长姚庆玲是用娱乐影片的方式参加，引起讨论。即马传出主管机关要查是不是有违反两华条例相关的规定。我们只是善尽为农民发声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嘛哈，那这样的责任应该是没有错了哈。国外的市场呢，应该我们中央政府是要极力的帮我们打开其他的市场。同款是农业大县的婚姻县长张丽珊发声力挺，强调县市首长徛伫第一线替农民发声应该无唔对。姚庆玲是用文字回应，身为地方首长，上要嘅也是安怎让地方产业有更较侪机会，互乡亲辛苦付出应得到应该有的回报。公众议会当时是屏东县东部主委苏清泉，会向有农影片肯定签约，对卖台湾农渔产品有帮助。叶立委身份是不是违法也引起讨论。中华民国的这个公民到任何地方去，需要主管机关同意吗？陆委会是立法院监督的机关吧，不是陆委会监督立法委员吧？中国对台湾农产品从来它都不是经济的一个议题的，它把农产品当成一个统战，当成一个政治攻防的一个武器啊。农业部强调，中国市场有高度风险甲无确定性，唔是台湾应长期挖开稳定海外市场，会继续开拓多元，有稳定需求，而且尊重国际规范的外销市场。近年来，中国常常有一个比较不符合国际贸易规范跟惯例的一些做法，那就任意的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就暂停了我们农产品输入。农业部强调，会用分散风险多元布局策略，继续甲业者甲农民共同拓展外销稳定收益，佮呼吁中国依照国际贸易规范甲科学原则，开放咱农产品输入，结果互咱两岸的贸易更较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叶元之提出修法，讲要互这公务人员、军人、教师，若阵退休了后，佮再去到政府机关、学校、特定机关食头路的时阵，这退休金无需要停，会当继续领。那民进党团就批评讲，这就是为着要巴结特定族群。不过这叶元之表示讲，修法的时阵，大家会当过来检讨，强调放任规定是希望解决欠工的问题。国民党立委叶元之等人最近提出3项修法草案，要互退休的公务员、军人、教师，若搁做政府机关、学校还是团体特定职务的时阵，无需要停止领月退休金，互民进党团积极讲是领双份薪水。如果现在把堵死的门再打开，这些人很容易再回任公部门，在同样的职务上来领双份薪水，然后就影响了年轻世代的升迁机会。老师到现在都还缺上千位，补不起，第一线缺工，能够有中高龄的这些专业人才能够回到我们的教学现场，来帮助减压。今马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第77条就规定，退休的公务人员经过审定了后，有领月退休金。若是搁有做政府机关、学校还是团体等等特定有领薪水职务的时阵，就要停止领月退休金的权利。也来针对叶元之带头提案修改的相关规范，专属部退辅司就回应，正正叶元之就要求检讨退休军公教再就业的薪水上限。叶元之委那上次他在质询我们，他是说领双薪，但是如果你在任的薪水没有达到法定基本工资，表示你在任这个薪水其实没有很高，那我们是可以排除。他是认为说法定基本工资很低呀，他觉得叫我们去检讨这个标准。叶元之强调，提案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教学现场欠缺校安人员甲重点老师的问题。譬如讲，退伍的军人再就业，薪水上限大概是3万9左右，啊，毋过校安人员的薪水4万块，就无法度请。爱调查立委会当斗阵来讨论退休军公教再就业的薪水上限，定伫咧偌济钱会较合理，才会当解决欠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笔以战争传出停战的消息，刺激着台股大起，最后是收在45396点，去1227点。
不过专家也提醒讲，说来要这超级用杭州，大股将有可能就会起起落落。美当时间14，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达成美伊停战协议，15大股开关走悬，重回45000大关，总场收伫45396点，大起1227点，创下史上第8大起点。电子宽达股台积电以2360块开关，收伫上关点2375块。另外，联发科收盘起290块，到4470。台立港起400块，收伫4420。安尼亚股尾盘比大股较强，日经指数大起到69317点，起将近5%，离7万点敢若差一丝啊。韩国综合国际指数收盘大起超过5.2%，起400点，收关8545点。比较大的利多当然是美国跟伊朗的和谈，那第二个就是 SpaceX 顺利的 IPO 哦，那这目前看起来台股是气势如虹，但是大家也要注意，接下来是进入所谓的超级财报周，那还有就是联准会的这个会议哦。大股反弹投资人者放心，不过专家提醒，国际金融形势6月底马上迎接挑战，包含15甲16日本央行利率决议，回顾2024年7月，因为日本央行双向相关利息引起日元套利交易变成股灾，大股伫当年8月初5落1807点，创下史上第2落点。即马市场对于相关利息预测会大起，可能使日本关键政策利率达到1995年以来上悬的水准，引发套利交易。那短期可能带动资金回流日本，对亚洲的股市跟新兴市场的资金呢，就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哈。那但是呢，如果说从中长期来看哈，那日本经济跟薪资成长的一个稳定，代表日本摆脱这个通缩啦。专家嘛提醒，目前16会应对日本央行利率决策会议结果，17台指期结算，所来18透早美国联准会利率决议，最后是19美国事务日顶变数，大股也会面临真侪项重大事件的考验。市场预测底线波动恐惊会变大，应该要密切注意。记者采访报道。为了要抢救州警化，政府准备要减税减轻家长负担。财政部正式上届新的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已经报行政院审查，未成年囡仔的免税额会增加50%，上紧的在明年5月报税时阵就会施行啊。少子化即马正做是国安危机，为着减少家长请养囡仔的重担，政府推出减税大红包。财政部即马要来修改所得税法，草案已经送到行政院。未来只要请养0到18岁未成年的囡仔，每一个人的免税额会一个手就提悬50%，按原本的金额一口气增加到15万过1500块。它的免税额如果15年度在明年报税的适用的时候，会从10.1万调高到15.15万。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我们应该会在最近这个会期一定会。最近什么时候？最近这个月吗？下个月吗？这个月应该可以提送。面对立委的问题，财政部长曾翠芬承诺，期盼伫这个会期就会当顺利通过。换一句话来讲，民众伫明年5月报税的时阵，就会使直接适用新的规定。是讲朝野的立委拢真关心这个案件，计强提出28个修正的版本，认为讲减税就应该减较多咧。亲像民进党立委大会员，就5万免税额会使一口气就调悬到每一档20万。我们的财政部可不可能负担呢？我们有没有机会给他们每年20万？除了这个在免税额上的提高之外，其实政府还有许多直接支付的金额，包含托育的补助，0到2岁的托育补助，2到6岁的育儿津贴，以及新增的成长津贴，每个月每个孩子5000块。财政部强调，对抗少子化，袂使干那靠减税，需要真侪政策做伙来搭合。亲像减税红包配合跨部会津贴，就是5万会使建构专方位家庭支持的体系，产生较好的效果。但即马朝野的立委提案的版本遮尔多，要安怎来减轻家长的负担？即马各方都要继续敲切。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城市中心上届新的统计发现，讲这5年女性甲卵子性冷冻起来的人数加要3成。不过现有的人工生殖法限定讲，要有继翁才会当做人工生殖。就一寡独身的女性呢，走去美国做这试管婴儿，开超过140万，才甲囡仔生落来。
台湾人普遍万分万生，被照顾成提早冷冻卵，为未来保留生囡仔机会。一直往问有囡仔王小姐33岁时阵冷冻卵，所以因为无甲查甫朋友结婚，因为国内法规限制爱护异性配偶将进行人工生殖，只好将冷冻的卵送到美国接受子宫婴儿疗程，开超过140万，总算在今年生一个宝贝查某囝。台湾的那个成功率那么好，然后价格也非常合理啊，结果他必须花5倍的钱到国外去，这有点 ridiculous。王小姐迄个毋是少数个案，根据国内城市中心统计，最近5年冷冻卵人数成长将近3成，主要集中伫31到35岁，去年35岁以下占比达到6成。现时女性已经将这看作是生育保存计划之一。因为35岁开始下降，那个下滑 quality， 40岁就是更糟糕，所以现在我觉得女性有共识，她们也会在35岁以前，假如还没有对象，先动起来。为了帮助许多想要生育的单身女性或者是女同志伴侣，我们认为人工生殖法应该要尽快修法，然后扩大它的适用对象。国建署指出，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目前在立法院审议，其中行政院版本将代理孕妇托交处理，受诉对象也为即马不认证异性恋翁某扩大6级未婚嫁同婚女性。立法院也开始在1月8号的时候就进行了条文的逐条审查。那目前的话，后续的话就要看这个修法的进度。专家甲妇女团体拢强调，台湾面对少子化危机，人工生殖法要赶紧放令，各呼吁立法院赶紧展开审议，唔通让女性有限的生囡仔年岁，伫等大家跨国走廊内底白白流失。记者综合报道。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5日特别教啊哦，真侪人会拍算讲要出国旅游。财政部关务署特别提醒，登到台湾的时阵呢，千万唔通对国外早有猪肉这片的肉粽，或者是盘手回来，违规上当罚100万，甚至要关7年。出境大厅人踏踏甜，5日这廉价脚步挖进，国人真侪人出国旅游，说互海关批评真严。今日有民众贪方便，有早也是请国外亲友邮寄有肉类的肉粽入境，为了防止非洲猪瘟等境外疫病影响咱国猪肉产业，关务署会伫国门加强查核，尤其对行李、国际邮包加快递货物严格管控。端午节将至，然后我们目前来自中国以及韩国疫区的猪肉制品，查获的频率，比较偏高。我们以中国大陆为例，那目前查获比较多的就是火腿肠，还有携带内含猪肉馅饼的糕饼类制品。根据防检署的统计，去年拢总542人为非洲猪瘟疫区违规炸猪肉制品入境，其中有144个是外国籍游客。关务署提醒，民众若是为非洲猪瘟疫区炸猪肉制品，初犯重罚20万，再犯罚100万，相当会当面临7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海巡署金马坪分署为13开始专门启动专案勤务，头一天就伫金门小三通旅客行李甲货运快递，哪查到大批非法输入的中国加工食品。或中国农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海巡署表示，科技联防甲全面听检，执行头一天就查到大批中国土豆甲螺蛳粉，除了对行为人会依法处罚，嘛会没收销毁。5日这要到啊，会持续加强查察，严防境外疫病传入咱国境内。记者综合报道。提醒咱的观众朋友，真侪诈骗拢是无名诈生。来看家己推测在地种做的猪肉树蛙合作社因的商标，互人偷摕去用，假做是因伫咧卖农产品。目前合作社也已经去报警察咯，也呼吁民众唔通去用骗去。伫影片内底，农民用拜托的方式，希望大家斗相共协助因渡过难关，阁会当买着介绍正俗的笋仔。家己原大拿伫互怪合作社内底的笋农，互人用 AI 换皮的方式，伫网络顶面来卖笋仔。咱的乌克丽嘛有外销，咱的外国因为量嘛足大，伊用这个影片就是在欺骗我们的消费者。我一看到，我甲咱的
当事者赶紧给带去报案。影片的内容就是用我的头像、我的声音，然后博取消费者同情，说我们处境很可怜，然后笋子卖得不好，所以希望消费者帮忙。然后，但是他后面接的就是别的国家的竹笋，不是我们所生产的竹笋。农民表示，对方可能为网络顶面找到伊的相片，佮有一寡有声音的影片，所以才有法度用 AI 模仿伊的声音出来。这个影片拄出来，合作社就联名要求对方爱来删除影片，目前到今阁无接到有人哄骗的消息。是烦恼讲，有迄个不知情的消费者，若无注意去买到这来路不明的笋啊，当作是阮合作社出品的，对阮的合作社来讲是一种伤害。对于消费者来讲嘛，是有可能对因的健康有不好的影响。本分局获报本辖笋农遭冒用身份于网络散播贩卖农产品之讯息，本案获报后立即受理并协助通报下架。本分局呼吁民众对于各类网络讯息广告应多加查证广告的内容真实性，避免受骗。除了新闻互人换骗来买物件，合作社的商标嘛互偷摕去用，模仿的程度互因合作社感觉是真烦恼。合作社就提出呼吁，民众要买物件进前，拢会当先敲电话来确认，千万唔通相信网络所有信息，减少互诈骗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塑大美术馆当日举办共生之花展览，这回有超过200件日本明治时期日本艺术家的作品，也呈现着台日美术交流的历史。台塑大美术馆的馆长指出讲，英国台湾的艺术家，亲像是画家李兆桥、雕刻家黄土水，拢是去到日本学习甲这画图、雕刻等等技术，早登来到台湾，也成做台湾近代美术发展重要的背地。一尊木雕的囡仔，目睭刻刻、笨品仔的表情是雕家食柚咯。这是日本明治时期1908年的木雕作品。德吹堂主清凉，嘛是台塑大美术馆推出共生之花的重要作品之一。台塑大美术馆的馆长讲，希望透过日本的近代艺术，让大家愈了解台日美术的交流历史。像李石桥老师，还有廖继春老师，还有陈慧坤老师、林玉山老师，他们都是重要的留日的艺术家。回到台湾之后呢，对于教育，还有对于甚至于很多教育的制度，也做了很多的导入跟很多的创新。そして東京美術学校に台湾からの留学生が訪れると、より複雑な混合反応が生じ、アジアの芸術文化にまた独自の表現を発生させ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台塑大美术馆的馆长指出，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就建立美术展览制度、甲艺术教育体系，背后嘛吸引台湾画家李兆桥、雕刻家黄土水等等艺术家去日本学习，甲日本吸收的艺术养分再倒转台湾，成做台湾近代美术发展的重要背地。安那台塑大校长表示，虽然 AI 发展甲真紧，不过人文艺术甲音乐伫未来会变甲愈重要。把这个人文艺术音乐的这个美好彰显出来，然后回应社会需求，希望人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价值。共生之花展览办到9月份，现场超过200件日本近代艺术家的作品，包含画作、雕刻，各结合数位光影，打造沉浸式空间。希望透过作品，让民众看到日本艺术家的创作，嘛理解台日艺术家是安怎互相影响、互相学习。记者郭金用谢桂林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这中东冲突有机会来停战。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协议，双方按算19日伫咧瑞士签署和平协议。有消息指出讲，美国答应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停止所有军事行动，荷姆兹海峡19就会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也表示，美国会解冻美金250亿伊朗的资产，双方进行60天核计划和解除制裁談判。伊朗国营电视台15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嘛强调美国是被迫签署的。شهباز شریف از پایان دائم و فوری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های جنگ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و متحدانش خبر داد. 负责调停的巴基斯坦总理哈里夫嘛已经透过答文证实，美伊双方宣布马上永久停止包括伫黎巴嫩境内所有的军事行动。正式的签署仪式嘛计划19要伫瑞士举行。
美国总统 Trump 了后嘛发文表示，荷姆兹海峡将会全面免费对外开放，佮授权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世界各国的船只会当准备出发啦，和石油会当流通。美国副总统范斯伫受访问的时嘛强调，这项协议将会为中东地区带来突破性的发展前景。But if the Iranians comply with this deal, it is going to fundamentally transform the Middle East for the next 50 years. It's going to end the war. It's going to make the Middle East more investable. It's going to mean a lot of prosperity, lower energy price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伊朗副外交部长嘛证实，伫巴基斯坦甲卡达的调停下，美伊经过侪届的会谈，基础协议的内容，14日经过15点钟的谈判了后，总算是确认这份名号做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的最后版本。در عین بی‌اعتمادی کامل ما به دشمنان ما صورت گرفت. هیچ اعتمادی ما به دشمن نداریم. اعتماد ما به در واقع قدرت نظامی ما هست و همچنین به قدرت دیپلماسی ما و به حمایت و در واقع انسجام مردم خود ما هست. 根据部分协议的内容，19伫个瑞士签署了后，美国将会解冻250亿美金的伊朗资产，接落来双方会展开60天的和平协议谈判，其中包括解除伊朗制裁、甲经济定见以及浓缩铀的处置甲限制。专家分析，因为以色列方面也未对协议做出回应，加上以色列和伊朗伫个协议定案14迄天，也搁伫个战火当中，历史这条中东和平之路也是充满变数。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罗西亚15对基辅发动2礼拜以来上强的空袭，尚无有9个人死亡。代表乌克兰精神的文化历史的这个基辅洞窟修道院也都火烧。乌克兰政府是呼吁居民赶紧去避难。另外呢，这14是美国总统 Trump 的生日，罗西亚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拢有和 Trump 讲电话，对这俄乌战争发表意见。那这欧洲 G7 峰会伫15举行，泽伦斯基也会去参加，和 Trump 也个欧洲各国讨论停火条件。乌克兰首都基辅15透早遭到罗西亚大规模袭击，造成死伤，互东欧看作是新型的东正教中心。基辅洞窟修道院也陷入火海，当地政府呼吁民众赶紧避难。俄战争爆发以来，洞窟修道院已经伫2023年9月，红日日并归世界遗产名录。乌克兰军方表示，罗西亚拢总发射70粒飞弹，甲611架无人机，其中的50粒飞弹甲582架无人机，互俄军拍落来。15 червня 2026 року у нас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Києво-Печерської лаври, зокрема Верхньої лаври, сталася біда. Російська ракета влучила в Успенський собор. 15罗西亚对基辅发动2礼拜以来上猛的空袭。前一日，当时美国总统川普的80岁生日，克里姆林宫表示，罗西亚总统普廷向川普祝福，两个人通话大约55分钟。电话中，川普搁一摆强调，结束战争真重要。佮表示，伊愿意游说欧洲甲基辅向这个目标前进。普廷是向川普表示，就算基辅想要攻击罗西亚的民用基础设施，也未改变目前的态势。佮讲，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想要会面，就互伊来莫斯科。随后，泽伦斯基也伫Telegram发文，表示伊甲川普有一段精彩的对话。泽伦斯基强调，伊甲川普参所有乌克兰人民拢希望和平环境总会实现。另外，泽伦斯基也讲，罗西亚伫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那迄当时有强佮有力的领导人，这场战争根本就未发生。Ми домовились про нашу з ним зустріч. Найближчими днями в Європі будуть формати Групи 7. Звісно, Україна і наш захист, наші можливості прийти до миру будуть серед головних тем. 为期3日的 G7 峰会15伫法国举行，地主国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泽伦斯基的参与真重要，因为 G7 内部需要重新检视俄乌冲突的每一个层面，用中建挺乌克兰的共识，弥合欧洲各国甲川普对战争甲和平谈判的意见不同，促使罗西亚重返谈判桌。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4度到3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1度。
天哦，金门马祖对23度到28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上轨。Thank you.